第68篇，求主興起，使惡人消滅，義人歡欣。願上帝興起，使他的仇敵四散，叫那恨他的人從他面前逃跑。他們被驅逐，如煙被風吹散。惡人見上帝之面而消滅，如蠟被火融化。唯有義人必然歡喜，在上帝面前高興快樂。你們當向上帝唱詩，歌頌他的名，為那坐車行過曠野的修平大路。他的名是耶和華，要在他面前歡樂。上帝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，作寡婦的伸冤者。上帝叫孤獨的有家，使被囚的出來享福。唯有悖逆的住在乾燥之地。讚美上帝，眷顧其民。上帝啊，你曾在你百姓前頭出來，在曠野行走。那時地見上帝的面而震動，天也落雨。西乃山見以色列上帝的面也震動。上帝啊，你降下大雨，你產業以色列疲乏的時候，你使他堅固。你的會眾住在其中。上帝啊，你的恩惠是為困苦人預備的。主發命令，傳好信息的婦女成了大群。統兵的君王逃跑了，逃跑了。在家等候的婦女，分受所奪的。你們安臥在羊圈的時候，好像鴿子的翅膀到白銀，翎毛到黃金一般。全能者在境內趕散列王的時候，細如飄雪在撒門。巴珊山是上帝的山，巴珊山是多峰多嶺的山。你們多峰多嶺的山啊，為何斜看上帝所願居住的山？耶和華必住這山，直到永遠。上帝的車輦累萬盈千，主在其中，好像在西乃聖山一樣。你已經升上高天，擄掠仇敵。你在人間，就是在悖逆的人間，受了供獻，叫耶和華上帝可以與他們同住。稱頌上帝，施行大能。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，就是拯救我們的上帝，是應當稱頌的。上帝是為我們施行諸般救恩的上帝。人能脫離死亡，是在乎主耶和華，但上帝要打破他仇敵的頭，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法頂。主說：我要使眾民從巴珊而歸，使他們從深海而回，使你打碎仇敵，你的腳踹在血中，使你狗的舌頭從其中得分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的王。人已經看見你行走，進入聖所，歌唱的行在前，
作惡的隨在後，都在擊鼓的童女中間。從以色列源頭而來的，當在國會中稱頌主上帝。在那裏有統管他們的小便雅憫，有猶大的首領和他們的群眾，有西布倫的首領，有拿弗他利的首領。以色列的能力是上帝所賜的，上帝啊，求你堅固你為我們所成全的事，因你耶路撒冷的殿，列王必帶供物獻給你。求你測喝蘆葦中的野獸和群公牛，並列邦中的牛犢，把銀塊踹在腳下。上帝已經趕散好爭戰的列邦。埃及的公侯要出來朝見上帝，古實人要急忙舉手禱告。世上的列國啊，你們要向上帝歌唱，願你們歌頌主，歌頌那自古駕行在諸天以上的主。他發出聲音，是極大的聲音。你們要將能力歸給上帝，他的威榮在以色列之上，他的能力是在穹蒼。上帝啊，你從聖所顯為可畏。以色列的上帝是那將力量權能賜給他百姓的，上帝是應當稱頌的。